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 Casper 媽媽嘅 channel。今日我哋會學習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基本名詞。我哋會用無圖認字呢個方法去加強小朋友嘅認字能力。當我讀完之後呢，小朋友都可以大聲跟讀一次。準備好未？我哋一開始啦。爸爸，爸爸，媽媽，媽媽，老師，老師，同學，同學，學校，學校，書本，書本，鉛筆，鉛筆，橡皮擦，橡皮擦，桌子，桌子，椅子，椅子，家，家，門，門，窗，窗，太陽，太陽，月亮，月亮，星星，星星，水，水，火，火，山，山，河，河，花，花，草，草，樹，樹，鳥，鳥，魚，魚，蟲，蟲，食物，食物，衣服，衣服，玩具，玩具。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非常努力喎。我哋透過多看、多聽、多讀，好快你就會學到好多中文字㗎喇。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 媽媽嘅影片創作，加入會員贊助，多謝大家支持。